后来花莲的崩山湖一楼光后乡损长严重，其中这个佛祖街是重灾区，即摆要继续咧救灾。灾民有人失去已经带14人的家园，有人到今也未找到亲友。灾民是真无助，希望政府有实质的作为，莫阁纸上谈兵，协助因早日重建家园。怪手拢门不去，规个拢是烂头最烂。屋主郑太太一看到里面竟然是被大量的淤泥给掩埋的时候，她发出了一声惊呼。像现在房子进都进不了，所有的我来这边20年了，全部都毁于一旦了。这工做伙抢救贵重的物品，不过互伊更加艰苦心酸的是厝边，嘛是失联的阳明交大高教授。高教授真的想到我就心酸。他是退休以后，我们来这边就认识，他就把他的退休金拿来买一块地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先租个房子，在那边很辛苦的经营他的家园。结果呢，就这样子找不到了，对不对？重灾区佛祖街规片土沙，灾民的心嘛强要黑暗。我今天特别讲说，灾民会变难民是什么意思？多可怜呢！苏先生做自救会代表提出诉求：租金方面对不对？你可以他去承租，但是有证明就一定有租约嘛。那给他2年的租金费用，让他安心的他要喜欢住的地方。因提出高大诉求，包括租金和地部的补贴、重建工程支援等等，希望当局唔通干那晓用嘴讲，赶紧派人进驻灾区听灾民的心声。另外一边，当局嘛派建筑师和结构技师来到灾区看。我们也是用灾害后的紧急评估的明细表在这里填写。建筑师尽职评估，希望灾民会当赶紧量早回到正常生活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